然后直播进行中了，要进入这个画面才是正确的。你看它显示有多少人在看，还要让你说要结束直播就点按，画面是这样。我们给它的是这个画面，诶，没有显示那个画面呢。你看有开这个网页，那为什么这个哦显示了没有？那浏览器那是很不好按的，按可以了，你看从这边看就知道有这个荧幕画面，然后去网络看看，现在要进入网络看看，再开一个，再开一个视窗就嗯，如果直播成功的话，刚刚没有按那个继续进行直播没有按，进行直播的按钮在下面，没有它到下面能按，你看有没有？我按了以后这里就变这样了，那点按下去，按下去以后，到底荧幕直播应该荧幕上有在看那个看到跑掉了，就给他看这个，就在直播呢。OBS 作为程式呢，它用笔记型电脑荧幕直播，黑色设定要只会用虚拟相机的，然后也设定了要按那个串，然后去找到服务的地方 YouTube 服务的选项以后60个，然后在下面选 YouTube，点它下去，然后像直播那样要连接网络连接账户的，要做连接账户的工作选择。如果频道有它很好的进入那个自己的网页，自己进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看这里啊，哦，看到这表示你加号是吧？你按这里，然后找右下进行串流直播，就是这个点按进去，然后要勾选啊，勾选不是为儿童创作而已，然后加个标题进去，那要拉到下面来进行直播那个按钮按下去，然后才开始建立直播。这个叫做荧幕直播，所以应该要勾选那个
跑掉了，不然压下去了跑掉了。叫做荧幕直播，应该显示的是这个画面才对啊，应该显示这个画面才对。
嗯，那要 OBS 啊，用这个在直播，然后结果没有回应，嗯，不容易。然后你看网页上显示的是这个要一直在转，那到底应该要原来是要网络要够快的，应该荧幕直播就是要现在开那个浏览器，应该是播放浏览器声音没有回应，网络要够快。
6个月你看不容易就在那边跑人圈圈。它这个 OBS Studio 有这个程式可以搜索 Google 搜索，你要下载。我只使用虚拟相机，要去选那个只使用虚拟相机那个歌手，找左边那个选项第二项按钮，就是要做直播，点按下去，然后要连接站，连接一个服务的服务的公司，这边有选服务，点按下去以后持续还有下面两个去的，选了 YouTube 的，点按要看你要直播，你就要连接账户，连接账户有好几个账户都要选连接，那个管理者，作为程序的编界面，开启虚拟相机，开启虚拟相机哦，还要按开始串流，要点按开始串流，然后就要填那个直播的名称标题继续直播，继续继续进行还是什么？是不是很清楚？我要点按进行直播嘛，然后这样才建立直播到这个自己频道的首页啊，才会看到这个播放影片的变成这个播放在做直播内容。你看我做了好几次了，都成功了。然后这个截取，它写那个显示截取，但是如果要看网页的，可能要选浏览器截取，在这个界面的左边有最左边产品看没有第二个是来源，点按那个加号去选，有那个显示器截取的，浏览器的，有那个摄影机画面有输入，还有读取的，还有那个视窗的，还有这个播放影片的那个媒体来源。哦，好多种，很像。先取那个显示器截取，显示器需要做那个荧幕图片，慢慢的在学复杂，有播放自己的影片呢，也有资料，也有看自己的图片。但是直播的要怎么设计呢？要有个场景，点按加号去，再去就要确认是说开放随便开这个听众到观众边，也是拍自己的每边的哦，图片显示的有一个荧幕标题，那个非常非常这个名称标题，跑马灯做好的，那个叫做场景，有还有从显示器截取的，从浏览器就是上面按看 YouTube 影片播放那个叫浏览器，自己一个自行电脑播放影片的，那个叫媒体，然后按色彩的什么显示器啊、浏览器啊、媒体啊，是影像进入的声音输入输出的文字色彩等等的场景，还有一个场景可以继续研究的。嗯，有好比说 OBS 就比工作室用是 TUBI，然后可以用这个笔记型电脑，
这一幕直播了，没有影像，但是声音有追收呢，这是从手机播放读经的声音呢。那种网络线上读经的时候，有直播，没有影像，但是这个手机的声音它可以接收屏幕，在网络上就可以直播的呢。那个作为程序叫 OBS Studio， 这是 GUDIO 工作，OBS 就是 GUDIO， 入口都是采用要选虚拟相机，然后就可以进行实时直播，要设定有那个显示器，还有没有手通过影像是二开讲机三开到轻轻点，一个讲师的那个自行电脑画面，五开那个我用某边的数码零件工具，还有我标记，它好多可以
那第二项那个是场场景可以加上有那个那个的第二项是来源是加好的来源有显示器，显示器就是荧幕，电脑荧幕，然后还有浏览器，一次一次播，就这样浏览器，一次是电脑播放，那个叫另外什么视窗的这超的，那个点要点那然后开启那个是相机，除了上面还有开启开始串流点那个下去，有那个连续剧频道，然后解锁的我不是为了合成效应，还有行业后面要他按那个去提高进行高的才能够进入这个方面，它这个影像什么的往那呈现，声音可以接收，我手机在播放的声音会有接收，像如果一录荧幕网络的话，读经的话，手机的声音就可以截取的，然后再会有查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查音，那荧幕直播应该荧幕的画面应该是可以出，但是不晓得哪里操作是场景还是哪有那个浏这个是上网看出去有播，然后有查音的技巧，这个要再研究一下。大部分
嗯嗯嗯嗯